迎收听11月24号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谦牧师平安。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分享尼希米记3章25到28节，紧接着他的手，关键少数。我们看见跟随着尼希米的这一群以色列人，甚至有外族人邻居，他们一起来建造耶路撒冷城墙，一段接着一段，其次又其次，翻译出来就是紧接着他的手。当这个群体紧接着彼此的手，他们就成为彼此的祝福。然而在这当中呢，有一些关键少数。什么样的关键少数呢？就像我们今天在哥林多前书3章18节要来祷告，求主让我们真有智慧，去辨明我们生活中的关键少数，是带来破坏还是带来建造，是走向上帝所心意的方向，还是走在自己想要前去的方向。这个祷告的经文这样说：人不可自欺，要是你们中间有人按照世人的标准，自以为有智慧，他倒应该成为愚拙，好成为真有智慧的。在人看来是愚拙的事，但在主看来是有智慧。在人看来可能是低下阶层，或者是觉得不容易被看见，常常被忽略，甚至我们轻看的人事物，会不会正是影响我生命当中的关键少数？那如果是的话，我应该如何调整和回应呢？路易阿姆斯壮他曾经这样说：有些人是这样的，对于他们不知道的事，他们也不准你告诉他们。这或许背后有很多的原因，如今天的经文25到28节讲到了一个人，不是一个人，应该说一群人，他们是提哥亚城的人。他们不仅修造了他们接续的那下一段，他们还修造了第二段。他们在修造城墙的工程当中，不仅修造跟自己非常有关系的，甚至还承担了那些在第3章第5节所说到，那些在耶路撒冷附近的这些贵族他们应该是要起来建造城墙，可是可能因为畏惧，或者是怕自己的身份地位因着参与城墙的建造而被威胁而被挑战，于是他们竟然没有参与在其中。真的是好可惜呀！他们成了那个失落的关键少数，因为他们都是在这当中里面有权有势，甚至有资源的人。然而在上帝的恩典当中，提哥亚人当他们愿意起来承担的时候，他们也成了关键少数。什么样的关键少数呢？就是能够紧接着别人的手，继续传承，继续接续，继续接棒的这一群关键少数。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城墙在这当中被兴建起来，真的是因着有人他能够承担。有些人他是因为他的资源比较多，他有余力来承担；有些人是他们愿意来担负别人不愿承担的。但如果是这样，我们真的要说，求主怜悯我们，求主怜悯我们，是不是在那一个群体的建造当中成了那个失落的关键少数？求主也帮助我们在走在信仰的道路当中，或者是面对我们今天的这些挑战，求主要帮助我们成为关键少数，而且这个关键少数不仅是带来自己祝福，也是一起能够建造群体的关键少数，更是要求主来怜悯我们。很多时候在我们生活当中有一些被轻看，甚至不容易被察觉被看见的一些关键少数，或许它能够影响你的生命，它能够祝福你的生命，甚至它就是你生命中需要的关键少数。然而我们不一定有这样的眼光，所以我们要求主来给我们有这样的眼光，给我们有这样的视角，跟也给我们有这样的声量，好叫我们所做的是能够
连结这些关键少数。在生活当中，就好像尼希米带领群体在建造城墙的过程，这些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，不同的背景，甚至在当时的社会地位不太一样。然而上帝所看的不是这些世界的标准，而是从他创造你的眼光来看你，让我们看见，就像我们 RPG 要祷告的经文刚刚所说的，有人按着世人的标准自以为有智慧，他倒应该成为愚拙，好成为真有智慧的。就像我们的主耶稣一样，不是吗？在人看来是羞辱，是彻底失败的十字架，但是在上帝的手中却翻转一切，让耶稣基督成为那一个死里复活，从黑暗到光明，从看来低下却是非常高尚荣耀的主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在我们今天生活当中，你要成为什么样的关键少数呢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爱我们，谢谢你拣选我们，谢谢你也使用我们。在我们很多不足之处，主啊，你已经预备恩典，但我们要求你给我们这样的眼光，看见我们如何来连结我们生命中的关键少数。也求主帮助我们成为在群体当中可能是少数，但是要成为那美好影响力的关键少数。也让我们能够来看见群体当中许多潜力很有潜力的人，他们愿意来学习，愿意来跟随，愿意来经历你的恩典，让我们能够在你所给我们的大家庭，给我们的教会，给我们的信仰群体当中，我们彼此连结，走在神你的道路当中，一起来建造你的城墙，一起来建造那让我们生命能够坚固，能够坚信的城墙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很高兴今天跟你一起分享迦南之声，愿上帝的恩典在你的生命当中，使你成为祝福人的关键少数。我是世谦牧师，我们明天见。